青天，姚斌，我要去一趟一仙谷。你昨夜就不在，现在又要出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就是我昨天去给仙儿送饭，发现她昏迷了，就把她送到素女姑姑那里去了。素女姑姑说她走火入魔了，所以我得去照顾她几天。走火入魔？是呀，仙儿她一直在修炼七绝，可是修炼七绝是不能有七情六欲的。不知道她怎么搞的，可能是因为小师妹走了的原因吧。对了，青天，我去照顾仙儿的这几天，你的伤还没有好完全，就先在这里好好住着。我已经通知师弟他们了，他们会每天来给你送吃的，你就好好休息。放心吧，你去吧。那我走啦。你起来，过去。今天姐姐，要不要琳琅帮你啊？今天的课业就是杀光他们。你怕了？你看看他们，刚刚一个个可怜兮兮、哭哭啼啼的样子，你是心软了？不能心软。其实啊，他们都想杀了你，因为只有杀了你，我才能再收徒弟，他们才有活路啊！不，师傅，不会的。你忘了，你娘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她为了你妹妹，抛弃了你。你忘了？我娘抛弃了我娘抛弃了我。你娘抛弃了你，你爹又不喜欢你，连他们都会背叛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注定孤独终老啊。他们既然都会背叛你，那我们不如把他们都杀了。你看，血的颜色多好看啊！你也知道师傅喜欢血的颜色，你不如让师傅高兴高兴。他们将来都会背叛你，你命中注定孤独终老。青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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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算找到你了。来，你伤还没好，到处乱跑什么呀？
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势又复发了？没事。走，赶紧跟我回去。来，慢点啊。我没事。今天你怎么了？今天，你醒醒啊！姚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伤还没好，我不放心你吧？你说你伤都没好，乱跑什么呀？那太顶是萧二平时修炼的地方，他布了阵法，很容易迷乱心智的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原来如此。还有啊，我问你，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弄的？我上次帮你换衣服的时候就看到了，这次又看到了，怎么那么严重啊？青天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平时就是有话说话，有事直接问。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不开心的回忆了？哎呀，你别哭呀，我以后不问了就是了。啊？我身上的伤，是我师父亲手用铁块烫的。慢点吃。甜。七哥，我不热，你不用帮我扇了。来吃块瓜。哥哥不吃，哥哥帮你扇着，这样就不会有小虫子咬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在太乙山的时候啊，天天跟他们打交道，习惯了。我就说吧，那个太乙山有什么好的？当初爹娘送你上太乙山，还不准我们哥几个送。早知道就应该阻止爹娘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在太乙山风吹日晒的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回到家里面吃个瓜都能吃得这么高兴。七哥，我在太乙山过得很好，师兄啊、师姐他们都很照顾我，而且过得自由自在的。七哥，你别替我难过。你别替他们说话。我跟你说，太乙山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你说谁呢？啊？哼！嘿，来，小师妹，你爱吃的小笼包。哇，谢谢九师兄。来，趁热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岳老三，我妹妹爱吃啥，我家厨子会做，用不着你来买。我怎么了？小姐，秦二公子来了，夫人让您过去一趟。小师妹，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就陪我说说话嘛。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那你快去快回啊。你先跟我七哥说说话嘛。我们？我告诉你，岳老三，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你要是愿意在这儿等，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。我的小师妹，我当然要等。其实，你不必为了还手帕单独跑一趟的，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正想过来看看你的身体好点了没有。身体好多了，能吃能喝能玩的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要不你以后叫我冉冉吧，叫苏姑娘挺别扭的。好，冉冉。那你以后也叫我秦朗吧。好。谢谢你啊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好像我每次有危难或者是狼狈不堪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
不知道苏姑娘是否喜欢放花灯？我听说女孩子都喜欢放花灯，可否哪天我们一起去放花灯？我从小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吧，我从小就特别怕水，真的，就是那种一见到水就哆嗦的那种。所以呀，什么放花灯啊、玩水啊，那些女孩子喜欢的我都不喜欢的，都不玩的。那秦朗就先告辞了。好。表姐，我能进去吗？进来吧。有心事？表姐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我觉得，就是会不停地想着他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想到他。他在想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？然后想，这辈子永远跟他待在一起。想跟他说话，或者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一起就开心。那要是不能在一起呢？不能在一起。冉冉，你怎么哭了？冉冉，娘亲，今天秦公子又来了。他来还我上次借的手帕。秦公子家教甚好，是不是？礼貌又稳重。冉冉，你跟娘亲实话实说，对秦公子，你怎么想的？秦朗，他是个好人。你哥哥跟我说，上次你落水就是秦公子救的你。这一次又是秦公子救你于危难之中，把你安全的送到家。爹娘对他甚是感激。我也很感激他。那你跟人家道谢了吗？娘是怎么教你的？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知道了，娘。冉冉，娘是不愿意让你嫁人的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在自己身边待着？可是自打娘第一次看见秦朗，就觉得你们俩特别般配。娘是不会为了你爹和我让你去嫁人的。娘只希望你能找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谢谢娘。你看看你们家多好，这么多孩子，又孝顺又听话，一大家子多热闹啊！哪里？娘亲，你找我啊？冉冉，来，这就是你秦伯伯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家小冉冉吧？秦伯伯好。好。哎呀，初阳啊，我真是太喜欢小冉冉了。我们家秦朗能娶到小冉冉，
那可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哎呀，初阳啊，今天我来这儿呢，一来是想看看小冉冉，二来啊，是想把我儿秦朗的一些具体情况跟你们说一下。什么情况啊？冉冉，初阳，想必你们也一定知道，我秦某人膝下共有2子，长子秦涛，秦朗啊，是我的次子。知道，秦大公子在几年前戍守边疆，为奸人所害，壮烈殉国。你们还有所不知，我大儿子其实是死在了西域魔宫人的手上。当时魔宫派人屠杀村民，秦涛奉命去保护，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岳灵公？是啊，就是那个让天下人闻之色变的岳灵公。秦朗得知消息之后赶去，花了3年才查到他的哥哥是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杀害的。戴着面具的？没错。岳灵公本来是一个只有女人的邪派，几年前，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成了魔宫的右护法。唉，我这2个儿子从小就感情深厚。秦朗查出了杀害他哥哥的人叫日轩，这几年没日没夜的练功，而且四处寻找日轩，就是想将他手刃，替他哥哥报仇。他甚至为此还发过誓，哥哥的仇一日不报，他就一日不成亲。所以啊，我只希望公主还有小冉冉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多担待一下我这个任性妄为的儿子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！老秦，你放心，我第一次看见秦朗这孩子，我就知道他是个好孩子，我也相信他能给我们家冉冉带来幸福。日轩，你真的杀死了秦朗的哥哥吗？娄公子，梁天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娄公子能为我解惑。表小姐客气了，请说。之前，娄公子说想用9瓣灵芝救人，不知道到底用它来救什么人？那表小姐这么废寝忘食地翻看《草木经》，又是为了谁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家冉冉从小就身体不好。我一直想找到一种办法来彻底治好它，《草木经》让我看到了希望。表小姐所指的这个希望，又是什么？9瓣灵芝。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
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。